我们一开始来看进口卵的争议，个会炭烧。台中市今仔展开第二波的稽查，来检查供应140间学校、19间营养午餐业者的鸡卵哦。也毋过嘛有中华农民是真不满哦，因认为讲农业部无建立产销的机制来调整产量。农民是讲到明年的4月，本土鸡卵的产量可能会上过济，卵价可能会崩盘。稽查人员甲总比请个好，入去学校中岛等业者冷总数，清查大粒鸡卵的来源。现在洗选蛋都是用喷印的，溯源编码都喷在蛋上面，然后我们就是验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直接输入验收的编码。大粒鸡卵顶悬的打印经过系统比对，确定是本土卵，来源拢是嘉义县大拿乡。进口卵的争议继续炭烧，为着要避免进口卵互学生食落，台中市府特别针对提供全市140间高中甲各中国校的19间中岛等业者，启动第2届稽查，了解鸡卵的来源。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他们的那个蛋的进货量跟他们所供去的量有没有去符合，对，以及蛋的来源这样子，对。业者表示，进口卵的真机制，除了会请卵商提供相关认证，菜单内底的菜色，若有使用到鸡卵的，嘛拢会以全熟的方式来料理。全部的蛋都是以采用全熟的部分，因为在运输过程中，我们也避免这些细菌的滋生啊。中华本土卵农民无应甲鸡卵争相出货，讲到进口卵的冲击，农民表示，这半年来本土卵的产量已经有提升，不过农民爱面对进口卵打压，加上民众信心受影响，明年4月本土卵恐惊会消无咯。本土的卵吼，伫端午节进前就已经过量肚饲啊，卵量已经足济啊，吼，济甲已经爱填海啊，所以讲咱这进口卵真正爱退场啊。农民讲，因惊台湾本土鸡卵已经有够供应，不过政府也被停止进口卵的合约，佮欠缺产销机制，未来本土卵的计数可能会崩盘，鸡卵恐惊会坐到通填海。记者综合报道。